呢題簡單到嘔嘅，做嘅時候好開心嘅，好似佢咁嗨身嘅。嗱，俾啲靚仔大家睇下啦，又 OK， 係啦。但係我想去考一考你哋進階版，因為以我所知好多同學仔要考代數㗎。代數咁而家我改少少啊，我而家係蘋果咧係5加 P 個蘋果，橙咧係2P 個橙。咁到底如果蘋果係5加 P，2P 係橙，咁到底蘋果同橙共有幾多啊？首先第一件事，我會將兩個嘅數目相加 ，good。咁啊，完成呢個簡單啦，簡單到嘔咧，我都唔知你出嚟做乜。咁咪5P 加 P，2P 啦，啱唔啱啊？錯嘅喎，點解會錯啊？因為如果我哋代數嘅時候有同類項，咩叫同類項咧？大家都楞住個 P 嘅，大家有個 P 字嘅話咧，係要先處理咗佢相加減先嘅。咩叫先處理咗佢啊？5同 P 算唔算同類項？唔算，因為有 P 有冇 P。但係 P 同2P 算唔算同類項？算，所以我哋要計咗佢先。驚唔驚？點樣叫計啊 ？P 加 2P， 即係你冇同啊？完成我知啊，即係 2PP， 我打你 PP 啊，到時真係唔啱。呢個應該係點樣？知唔知啊？冇錯，因為 P 即係等於1個 P。2P 即係2個 P， 所以加埋 3P， 所以係5加 3P， 咁樣先叫完成晒。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嘢？可不可以 ？OK， 考多題啊！嚟題超級難、大難度嘅嚟咯喎。5加 2P 加 P 加6，咁嘅時候又點樣簡化佢啊？我哋都一樣，同類項相加減。即係話呢兩個可以自己計，呢兩個又另外計，得唔得？好嚟啦喎，咁所以啦，好啦，俾阿黃少穎試下啦。啊，頭先俾人鬧到咁慘係咪？俾多次機會你，懷疑自己咧。啊，啱嘅係，係啦，冇錯。點解啊？因為將呢兩個可以相加減嘅做埋先，係咪？記住，唯一一個概念，連埋前面嘅符號去到睇。即係話加6永遠都係加6，加 P 永遠都係加 P。你調位嘅時候唔好漏咗個符號就得㗎啦。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嘢？可不可以？